今日除了金门以外，全台湾拢是咧歇风台假，有民众是赶紧趁风雨也无遐大的时阵去市啊买菜。有人是讲这菜是有较贵小看，也菜单也是讲，因为最近的天气较热，采收的量本地就无遐济。农业部是表示会随时调整供应的状况，稳定价销。而是伫咧台北的风雨是一阵一阵来，嘛因为放风太假的关系哦，有一寡民众咧，昨可能是因为上班无买到菜，也是讲是伫咧昨无抢到想要买的菜哦，所以趁伫咧风雨也无遐大的时阵，赶紧来到菜市啊买一寡要煮食的物件，咱来看菜市的情形。刚好今天可以吃的菜。因为再怎么买都很贵啊。平常都在上班，然后也不知道它的菜价到底是合不合理，但我觉得有的吃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明天我想会更严重。有民众是感觉菜有较贵，有的民众是认为无差真多。卖菜店家是表示，最近因为天气烧热，南部菜市采收的量本身就无多，所以介绍其实嘛无通压到外价。台风的因素也是有一点，但是因为本身天气炎热，所以南部已经没有什么菜了，所以这一次的台风是个助力。对，所以点豆菜最近有较好点。最近比较好。店家讲，日时来买菜的人，客含情一天变起来，差不多减甲剩一成。有出来摆档的店家嘛无到1/3，但是卖便菜的单位伫咧风台天成立电动是袂歹。这民众为了方便风台天嘛来排队，也有店家讲，今仔日电动比普通时啊袂较紧。可能觉得说现在风源比较小吧，因为正式登录好像是因为明天，所以大家要赶快出来买这样。对啊，但是囡仔就用食。针对农产的部分，农业部是表示，全国菜市粮食的库存量拢有够，伫咧风台天期间，也会随时掌握市场的情形，调整供应的状况来维持菜价稳定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